大家好，我哋係 JJM，今日係喺格雷美第3日，食完早餐我哋就會去 Red Tour。其實原本計劃係騎馬，但係落雨啊，臨時改去 Red Tour。格雷美除咗熱氣球、Green Tour 同 Red Tour 之外，仲有好多其他活動，例如 ATV、騎馬、騎駱駝、Jeep Safari。呢啲活動都可以更近距離去欣賞卡帕多奇亞嘅地貌。今日第一站帕夏巴拉拉博物館，呢個戶外博物館有好多奇特，蘑菇狀的仙女煙囪，亦有早期嘅洞穴民居。第二站 Self Rally 露天博物館，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。Self 早於拜占庭時代已經有人聚居。當時人類喺洞穴及岩石內修建民居、教堂、修道院等，直到1950年代仍然有人居住喺度。因為岩石掉落嘅隱患，居民最終搬到現代建築住宅生活。第三站 Love Rally， 除咗可以喺度欣賞全景外，亦可以深入山谷健行，近距離觀察岩石和植物。第四站烏奇薩爾城堡，係由2座相鄰嘅巨型岩石構成，其中較大嘅係阿加城堡，較細嘅叫做軍事城堡。自羅馬時代，居民為抵抗外敵入侵，喺呢個60米高岩石上開鑿出大量相連的洞穴，作為住宅、避難所、儲藏室、蓄水池和墓穴等。Red Tour 有2個購物點，其中一個係買啲陶瓷製品，另一個係買衫、皮衣嗰啲，同樣都係可以直接行去出口等。今次快速介紹咗 Red Tour 嘅行程，而家講下點樣揀參加 Green Tour 定 Red Tour 呢？其實 Green Tour 同 Red Tour 都係走馬看花，比較適合中意影相打卡嘅遊客。咁 Green Tour 嘅地下城同 Red Tour 嘅 Open Air Museum 算係卡帕多奇亞呢度嘅必去景點。如果只可以2揀1的話，就喺呢2個景點選擇吧。我個人就偏愛 Open Air Museum， 然後考慮日落騎馬或者 ATV， 可以近距離去觀賞洞穴同岩石。至於行程方面，建議最少3日2夜，其中1日坐熱氣球 Green Tour， 另1日去影熱氣球，含 private trip 去 Cell Open Air Museum， 日落去騎馬或者 ATV。 當然呢個係最理想嘅情況，希望大家唔好似我咁2日都冇熱氣球飛，仲要走咗之後嗰日又可以正常飛。所以我提議大家，如果目標係坐熱氣球嘅話，先唔好 book 後面行程嘅酒店機票，預備定留多1-2日，因為其實我之後嘅巴士及火車都係即日先買飛。如果冇 book 定酒店，我留多1日對我之後嘅行程影響唔大。有關熱氣球嘅信息，每日大約下午2點就會決定第2日飛唔飛。雖然今次我坐唔到熱氣球，但都希望我嘅經驗可以幫到大家啦。提到買巴士飛，講一講點樣搭巴士去棉花堡。喺鎮中心就有一個唔細嘅巴士站，不過就咁經過未必留意到。如果你喺條街見到有好多 ATM， 咁穿過去就係巴士站啦。呢度唔只有車去棉花堡，仲有其他路線，例如去安卡拉或者安塔利亞。我就揀咗EODC呢架巴士9點出發，目的地買去棉花堡。巴士去到 Denizli 會有接駁巴士接送到棉花堡。講下格雷美鎮嘅消費，餐廳同 Day Tour 嘅消費比較高，但係當地紀念品店嘅價錢又唔貴喎。有啲紀念品20到30里拉都有交易，亦都有明碼標價。我喺度都收穫咗唔少紀念品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我揾機會拍片分享一下。
Red Tour 時間短啲，大約4點半完成。揾咗間天台餐廳欣賞下風景，再去手信店補下貨。好快又到食飯時間，今晚就揾咗一間土耳其燒烤店。土耳其燒烤就係要用薄餅夾住啲肉，配埋啲配菜及醬料一齊食，咁咪即係土耳其式嘅墨西哥卷餅。呢餐是咗一個土耳其甜品，值得介紹一下。主要材料係牛奶同米飯，口感有啲似燉奶。之後我哋就搭巴士去棉花堡啦。究竟搭10個鐘巴士有乜嘢感受？下條片就係介紹棉花堡、希拉波利斯古城。希望大家 like 影片同 subscribe 頻道。再見。